后直力量漂亮，哇！第一个回合35秒打倒了，摇头了，别打了一关过来要检查一下，哇，再看一下啊！最后是一记右手拳扫倒。哇，这一个35秒 KO。漂亮！上路的后直拳，弹跳台危险，抱牢拳架，顶住！这时候对方因为这么打呢，不能够持续很久。弹跳台危险，红脚，裁判可能要暂停，没有还击了，对，没打还击出来，向裁判示意自己还有能力继续比赛。对。弹跳台重定。他只是抱住了自己的拳架，在准备打还击。哇，阿里木这一冲刺已经处于到尽头了，弹跳台还能打吗？推不出反击来了，危险！只是抱住拳架，不打了。在弹跳台没有憋出一个还击之后，回克拉唐经过了长时间的判断，觉得无法再继续比赛了。好拳，对方帅给我们感觉架得比较散，在温考这种情况下，倒不打这种技术尽量少用。抬手不打啦，打不了。果然在第一回合当中就出现了 TKO。进攻方式说明他完完全全自己的所有的战术和技能，体能和自己的技战术有完全信心，要没有对方才能做出这样子的冲击。果然在第一回合就成功了。再一次为精彩比赛当中掌声热烈全场。演戏。哎呦，好拳！漂亮！我们看阿里木，这是他的技术，就是在后撤的过程当中，看起来是对手在追击，但是他的前手拳打出来，把对手打倒了。的后手拳是很凶的，对手呢这个回合吃了一次被击倒的亏之后啊，现在情绪上面也受点影响，这么打下去，裁判恐怕要判停了啊！别打了啊 ！TKO 首回合还剩1分钟 ，TKO， 果然不负众望啊！阿里木乌首尔